勞動部將公布外送專法的3項做法，或者外送員的薪水更加明確，申訴派單補償更加有制度。外送員上接甲平台起衝突的，就是無預警停權的問題。專法是明定講，若是外送員連續3天無就線，業者才會當停止因的商業保險，毋望會當減少爭議。針對外送員權益，勞動部公布外送專法的3項做法，規範電信化契約訂權按記載報酬計算給付方式、停權事由甲期間等事項，禁止業者單方面變更權利義務，將成本轉予外送員。若平台業者違法違約，應該愛負經濟補償上限6個月報酬。你任意的停權會損害到外送員他的工作權益，影響到他的生計，所以停權這件事當然要慎重，非是有明確的證據才可以做這個處理。對做法，外送的相關工會認為，過去外送員上問題是平台無預警停權，而且申訴困難。這擺做法補強了後，後擺應該應減少爭議。對專法明定，若外送員連續3天無上線，業者應停止商業保險。外送相關工會表示，這是各方協調的結果，應接受。勞動部幫我們制定一個非常好的霸王條款，它必須要提供明確的違規樣態。然後還要有調查的情形，違規區間好，那可能也要模糊化的告訴我們。我們沒有很強制說一定要3天啦，那但是只要我們在上線的期間能夠幫我們保這些商業保險等等，那我們這個都可以接受。對外送專法的3項做法，有報業持家副編大龍表示，會全力配合政府政策，確保合規，會趕緊研究3項做法的內容，要求了後進行相關的調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